来乡亲继续来看南投埔里的调放宫涉嫌占用国有地，财政部追讨到租金甲补偿费。地方认为这个调放宫的建筑物是提供给大众来使用，而且这个赔偿费嘛伤多咯，负担袂起，所以向行政院中部联合中心来申请，早起是举办这个协调会，已经顺利解决问题。 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清查埔里镇大城里调放宫土地产权有占用的嫌疑，除了要求地方付租金以外，因过嘛要追究地方人士就赶紧找管议员来。镇公所只要用证明这建筑物就是镇公所伊当初是来起的，然后伊来给拨用给咱的社区发展协会，安尼咱就免交这个补偿金啊。 为了帮助地方解决问题，管议员请求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出面协助，邀请国有财产署、埔里镇公所等相关的单位开协调会。它的功能是属于公所所有的。国有财产署表示讲，只要埔里镇公所证明讲调放宫地上物早年是由埔里镇公所起的，就使透过行政程序减免租金加补偿金。 如果说是属于公所不用的话，那就我们跟公所去做一个相对的一个作业，那跟朝奉宫这边的使用补偿金就没有问题了。那你未来地方就免阁烦恼这大条的补偿金加租金的问题，和社会活动中心会使安心啊继续使用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